给大哥。这不是平了？那我给你收一下，来，张嘴。有咬着。帅哥，张嘴。好喝吗？哎，不好喝。不喝再多喝点。哎，不。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帅哥从哪来呀？你把我东西要的。那你应该从哪来？从哪来吧？怎么过来的？是这里的。哦，咱今天做什么项目嘞？不知道。喜欢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墨迹不一笑脸，他们干。你炒个内肉。咱开始刮胡子哈。我想上厕所。忍住。